平安好势了。上帝要降临，总是毋是用伊下底是所期待的方式，伊要用亲像大气力的君王，也是神秘的力量出现。伊是做婴仔来出世，是一名叫玛利亚的女子所生。伊丽莎白有心到那个日，伊在加迄个皇上帝所生到加利一个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阮一个十七女，是已经配定和大家家的一人。只是约瑟，即个27女名叫玛利亚，伊在日记对讲，得着大恩的人啊，平安主加利之地。上帝在教伊的百姓，伊的真相，伊无用以色列来临，却是用谦卑甲温柔的款式来降临世间。伊无经过人的动作，也是想法来降临。伊是用完全的计划甲命的能力来降临。通过玛利亚，上帝教示伊的百姓要怎样接受伊，就是用感谢欢喜来康复伊。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儿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。”